講道，試看主恩的滋味，請鄭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這幾日我常常拄着常常聽到的，就是牧師，你敢有歡喜甲困袂去？有真濟兄弟姊妹佇這禮拜攏問我這個問題，我不愛甲恁回答。以後換恁嫁查某囝娶新婦，恁就知影講到底困會去啊，困袂去。但是我要甲你分享我的心情。今仔日這個題目就是一個感謝上帝的開始，嘛要邀請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在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坎站，攏應該經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要甲兄弟姊妹講，試看主恩典的滋味。我要用一個老牧師的講道，今仔日講互恁聽。約翰就是90歲的老牧師伊寫。約翰到90歲才寫這個約翰福音書、約翰一書、二書、三書啟示錄。伊是一個老牧師，在一生中間經歷到認捌耶穌了後所拄到的代志。今仔日這個故事是佇遠遠的所在叫迦納，但是迦納的名甲得堂有關係。你講牧師你臭屁，迦納要安怎甲得堂有關係？迦納的意思的名就是如草叢生啊。咱知影佇迄個埃及尼羅河邊啊，有無攏有蘆葦草？得堂的古早名叫做啥物？蘆竹堂、蘆得堂。意思就是西犁溪邊，就是常常嘛是親像尼羅河邊啊，有真濟蘆葦草、蘆葦發的所在。所以佇迦納所發生的宴席，佇得堂嘛發生一擺。願天父上帝伊所通過這種的故事，留佇人類的內底，故事本身就是一個智慧講故事內底，故事內底含有真濟祝福的話。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這個禮拜，聖神閣一解，通過咱做伙組織，甲應允，甲祝福，放佇咱的耳孔，咱聽，咱相信，咱領受。在我要甲咱做伙分享這個2章前的故事之前，我要邀請咱閣一擺同心來祈禱。至聖恩慈滿滿的上帝，願組織佇你的聖殿，願做伙做禮拜。願求主你施恩，予你的奴僕的家庭，這種的恩典嘛施落佇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因的人生中間。主特別予阮的教會的囡仔，對細漢到大漢，佇教會大漢了後，因看見耶穌的奇妙。因佇一生中間擔着主恩典的滋味，主願佇你的面前同心敬拜，主也願你的福氣施落佇每一個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願佇你的面前安尼祈禱，我可耶穌你的聖尊名求，阿們。我也未到約翰的90歲，但是3節近，所以到年老的時候，人攏會去回想過去。我回想我對細漢出世，佇父母的家庭。後來佇長大的生活的中間，咧追求家己人生的目標生涯的規劃，將來要行倒一條路，一直到今仔日，嘛有夠久啊。雖然無到90年，但是將近70年的時間，互我真多回顧，就親像這個約翰老牧師佇回顧的過程中間，心中有一種感恩甲滿足。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應該就是愛承受上帝祝福的。這是應該有昨日暗的家庭禮拜，莊爸爸所送給嘉欣的話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一輩子的。兄弟姊妹，我不是講送給我的囝婿，我嘛送給咱帶做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恩典是一生的故。所以當我咧回顧我第70年來，我雖然不是甲金湯匙出世的囡仔。但是我感覺上帝我佇一生的恩典太充足，至到我家己也感覺講不配。我是啥物人？我該扛得領受上帝遮爾大的恩典。就我想到聖經內底這句話，伊講我哋應該用什麼來感謝我的上帝？
感謝以所成就一生的恩典。詩篇116篇第13節伊講：我要捧起我生命的杯，來學了我的上帝。咱的生命若是一塊杯，咱莫苦酒滿杯。咱的生命若是一塊生命的杯，咱來聽候看候死，咱來聽候上帝將伊的恩典放佇咱的喙脣，放佇咱的生命的杯中間。每一個人生的階段攏承受，每一個人生階段，上帝甲咱有比無共款。甚至今仔日的故事講，愈來愈甘甜。直到年老的時陣，今仔故事真奇怪，伊就講，較無將上好的去放起頭，反倒當將上好的迄個酒放佇後壁面。願天父上帝賜阮今仔日的故事，互兄弟姊妹咱有感動的人，咱講阿們。主，我要愈老愈福氣，我要愈老愈幸福。主，你所享受我的人生，起頭好親像我談不出來迄個滋味，是白水，青啉無味，但是到後來，伊是一個甘甜的上帝所準備的恩賜。願天父上帝在今仔日的禮拜，伊用伊的聖神讀這段聖經的故事，互兄弟姊妹咱來領受。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做伙來讀這兩段的聖經，特別。今仔日的詩會較辛苦，伊要讀11節的聖經。有的人牧師若種舊約一節、新約一節，詩會接書上歡喜。伊講牧師今仔日的聖經安尼較短，啊，佇緊張的時陣較短較好讀，較袂突出。啊，若是較長會較辛苦。兄弟姊妹，咱佇今仔日的這個故事頂懸，這個故事叫牧師甲咱解說迦納這個字。迦納佇猶太人希伯來語的意思就是如草叢生的所在，這個所在都是耶穌的故鄉。耶穌拿撒勒出世，耶穌的故鄉離故鄉無偌遠，所以耶穌來參加伊的親家的喜宴。啊，佇伊個喜宴的中間，拄着一項代志。啊，這個代志，這個約翰伊佇30通會啊，伊聽到耶穌行一個神跡，伊講這是耶穌佇一生中間我看到頭一個神跡。約翰是一個真福氣的人，伊的老師原本是施洗約翰，行洗禮約翰。啊，伊後來伊的老師甲伊講，有一個叫做彌賽亞救世主。啊，後來當耶穌出現佇伊的面前的時陣，伊的老師甲伊講，就是這個。後來約翰就放了伊的老師去跟對耶穌。這個故事發生在約翰認捌耶穌的第3天，所以今天第一節講第3天，就是講當我對耶穌的第3天，我就看到一場了不起的生命的一個大戲。所以在這個中間，聖經的第1節，約翰福音第2章，伊講第3天，加利利有一個宴席，這個婚姻的喜宴，耶穌的老母嘛佇遐。約翰當時無真正知影耶穌的家庭，但是伊看到耶穌的媽媽佇耶穌的耳旁邊起起楚楚，伊注意甲聽，伊的媽媽咧交代耶穌講：咱的親情伊今仔辦喜宴，真鬧氣，酒啉了啊！猶太人較愛啉酒，毋是啦，猶太人因婚宴吼，甲原住民咧辦這個這個什麼叫做因的豐收的時陣，吼。因為這個咧喜慶的時陣，因咧慶祝的時陣，伊是3暝3節，猶太人是一禮拜。啊，所以歡喜跳舞、食個啉個困，啊困啊跳個忝就困，啊啉個了醉啊就飽着。所以因的婚宴真長，佇咧中間因發婚宴講無夠通，大家人歡喜啉。所以這個故事講，我跟對耶穌的第3天，啊，我去看佇這個加利利的邊啊，有一個叫迦納。阮佇迄個中間參加這個喜宴，一個人甲一個故事放一世人，這個故事放佇約翰的心中60年，到伊年老的時候，伊才一個一個將這個故事講出來。伊咧講起，這是第一個故事，這是第一個故事。伊講我聽到耶穌甲伊的媽媽起起楚楚講，咱的親情鬧開啊，因辦喜宴的時陣酒無夠啉。耶穌甲伊遐無禮貌，甲因講：婦人啊，我的時間還未到。其實耶穌約翰知影講，耶穌的一生有每一個階段攏有特別的安排。
伊聽到無主意的時陣，聽到無應該聽的話，但是伊放佇伊心中一世人。這個媽媽雖然予伊的囡仔應這個話，但是這個媽媽對伊的囡仔耶穌有足深的信心，所以後來記載講，瑪利亞就回頭甲遐個款倒聲的人，佇咧款恩赦的人，伊講耶穌若交代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啊，這牧師要用這句話嘛，甲恁交代，耶穌若交代恁做什麼，恁就愛做什麼。因為當耶穌若交代恁做什麼，恁歡喜做，佇恁的手中，佇恁的人生，你要甲耶穌做伙，參與佇迄個神蹟的整個過程。所以今仔聖經雖然真短11節，但兄弟姊妹放在咱的心中，咱來聽這個悄悄話。約翰講，這是我一生中間所看到耶穌第一擺所做奇妙的事。佇整個約翰福音書中間，約翰只有講7個故事，7個神跡。但是這7個神跡代表所有的，因為佇猶太人7就是代表完全的數字。而且佇約翰的伊福音書內底，伊所講的神跡，伊用一句話真特別，叫做神馬利亞。簡單來講，伊的字根叫做神馬。神馬這個字就是記號啦。所以神蹟佇約翰來看，唔是迄種變魔術，唔是迄種神蹟奇事。伊講耶穌做這樣代志，這個代志你看到，伊就是代表一個記號，恁甲它記起來。這個記號要誠濟，你一生袂通袂記得。這個記號代表真濟智慧、真濟邀請、甲真濟鼓勵。願天父上帝將伊的話放佇咱的心，這個叫做神馬用這個字，伊的字根叫做神馬的意思就是英語改翻做 sign。但是咱中文甲翻做神蹟，其實佇聖經中間，約翰咧講的就是耶穌所做的代志，攏有伊的理由。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聽的人要放佇你的心中一世人。約翰你放60年，伊才了解。約翰後來是憑着記憶，佮憑着屬靈聖靈的教導的智慧，伊重新解說這個故事。所以後來伊所講的故事真有條理，嘛真有道理佇迄個內底。因為上帝的聖神感動約翰，伊回想耶穌所做的代志。後來伊咧解說這個故事，就親像一個繪本，沒有太多的文字，但是繪本那是媽媽講出來的故事，囡仔聽甲耳孔啪啪。我咱佇今仔日個禮拜聖經講這個故事，互咱聽。第1節到11節，牧師跳過，但是咱閣讀中的話。伊講這是頭一擺的神跡，耶穌行佇加利利的迦納，目的是要互人知影，原來他就是傳說當中猶太人的救世主。原來耶穌行這個神跡，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互人相信他有能力可以祝福人類。這個故事真簡單講，約翰咧講，這個故事的過程並不是真重要，吃喝喝並不是真重要。在這個過程中間有一寡話，佇所有的人類一生中間攏真重要。第一，耶穌若交代你，你就照安尼去做。第二，伊講這個故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有記得、有機會通相信，傳說中的耶穌是會當互人佇人類中間得到穩定、得到幫助。所以兄弟姊妹，每一擺做禮拜，攏是咱的機會。每一擺做禮拜，其實攏重新咧喚起咱的信心，對少年到今仔日到將來永遠。每一擺禮拜攏是要互咱看到，上帝是我的上帝，毋是故事中的人物，伊是會當甲咱人生中間做伙同行的上帝。親愛的姊妹，願咱真做一個擔着主穩定的滋味。我真福氣，我對少年爸母帶我信耶穌，後來佇我的家族大漢，到佇今仔日，我咧回顧我的過去，到今仔日，我的上帝所予我的超出我的想象。兄弟姊妹，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有共的無？共。所以願我的上帝，願你的上帝祝福我，也願我的上帝嘛祝福
兄弟姊妹，咱的信都要經驗到。今仔日這個故事講，水變做酒。咱若要信，咱的人生要有改變。今仔日的禮拜，就是咧講起一個人若真心互耶穌來改變伊的生命，伊的生命變做叫做甘甜香醇的葡萄美酒。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耶穌的媽媽雖然有耶穌甲伊講迄個佇眾人的面前所講無真有禮貌的話，耶穌敢會安尼嗎？毋是，耶穌其實有意思，伊知有人咧聽。因為約翰伊偷偷都毋是偷偷，伊是拄拄信耶穌，所以耶穌要互伊知講，我有我一定的時間。所以兄弟姊妹，你來讀約翰，我對第一章讀起。第一句話的開場白就驚死人，伊講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這句話親像一個交響樂，佇一出電影的第一個起頭，砰啊開始，所有的旋律走出來。伊一直講到落尾最後，耶穌講：我要聽你聽到世間的落尾。約翰福音13章第1節，後來耶穌講真多話，伊講我離開了後，我要找見聖神。將我講過的話，擱講互你聽。約翰60年的時間，靈修攏咧默想耶穌甲伊講過的話。請會記得今仔日的故事是約翰拄拄入捌耶穌，因為伊的老師甲伊講：我親真知影，這個耶穌毋是先知，毋是先知，這個耶穌真正就是上帝的囝。所以伊的老師不但無甲伊約翰白條咧，伊的老師擱鼓勵約翰去對耶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師，了不起的牧師。一個好的牧師，毋是將伊所有的話攏留佇伊身邊。一個好的牧師是將所有兄弟姊妹攏帶到耶穌的面前，啊，然後甲因鼓勵，拍拍肩膀講，跟着他走。兄弟姊妹，你來一生對耶穌，你來相信這個耶穌，甲牧師所相信的耶穌同款。願天父上帝今仔日互你來記得，咱做基督徒愛照聖經做，照伊所講的話去做，咱的人生要有無同款。試看穩定的滋味是牧師今仔日的題目甲帶導。願咱所有的青年在恁的人生中間，不要羨慕有姐姐有昨天那麼浪漫的婚禮。所有的女孩子將來的教會。牧師甲教會嘛要安尼幫助恁，快快樂樂的度過恁的人生，走向另外一個生命的開始。願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將來無論是查甫囡仔、查某囡仔，因攏會當享受上帝甲因該預備的佇迦南的恩賜，佇你一生中間第一擺的神蹟，佇婚禮的中間耶穌做這條代志，伊要甲人講。這個神蹟不是發生在禮拜堂的做禮拜的講道中，不是，伊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間，我要為你做，我的神蹟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中間。我咱來看這個故事，今仔日的金句結論，我先講到頭前，伊講試看主穩定的滋味，你就知耶和華是好，我可伊的人有福氣。也在恁長剛有食到遐個茶點，好食無？迄種油油甲加是因精心挑的，雖然我無請恁去上將，嘛無請恁去萬華食晚餐，但是加薪甲油油因的心意，因將因感覺講，會當真浪漫、真水、歡喜的時間，甲咱做伙。嘛無啉到真好的意志的咖啡有啊，兄弟姊妹，牧師感謝恁。咱的教會把阮當作家己的親人，所以互友友毋是干那直接出世，互友友真正嘛佇這個所在來，佇伊的婚姻的中間，會當佇這個所在來做禮拜。咱的教會真濟人為友友做真久的時間，包括書記是插會插要甲超過10天的時間，宣會在插會互咱的教會，毋是干那遮爾，以前嘛同款。安尼起起哭哭啊，叮當叮西啊，所有遐個花架，咱佇外口迄個餐飲的桌啊，
攏是已經一個人去甲伊算起來。牧師敢若講到蘇子杰甲伊真毋是，其實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牧師對心中感謝咱陪伴阮的家庭，佇這段時間你為阮所做的，互阮的家庭，我毋是歡喜甲困袂去，我將迄個歡喜囥佇心中，困甲足好勢，因為我真放心將我的查某囝交互嘉欣，我相信嘉欣德堂教會第一擺來是人客，但是你即擺佇遮都毋是人客啊，家人。所以兄弟姊妹，咱佇今仔日這個迦南的下，咱來看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有講5項代志。第一項，甲咱的教會足共，伊是佇一個落水溪邊如草叢生的這個所在。佇古早德堂雖然如草叢生，但是德堂是台灣的糧倉啊。德堂是台灣的糧倉，為什麼？因為落水溪的落水所灌壓的土地是肥個水的土地，所以早期德堂是一個台灣的糧倉，所以德堂米是一個足出名的所在。在這個所在，德堂人有真特別的特質氣質，水還個好到底。德堂真正是一個好徛起的所在，感謝上帝。這個故事第2項代志講，在人生中間難免會拄到欠缺的事。今仔故事咧講起佇婚宴的中間，忽然啉酒啉無夠，耶穌的媽媽着急，家己的親人鬧去，所以耶穌的媽媽知耶穌可以，所以伊的媽媽才去交代耶穌講，do something，就是講為因做一寡代志。耶穌毋是甲伊拒絕，但是耶穌佇迄個中間表明這樣代志。我來到這個世間上重要，毋是做這個代志。我來到這個世間上重要的是釘在十字架上。伊的意思是安尼。但是伊有願為着這個婚禮做一個祝福的工作。佇咱人生上欠缺的時陣，咱的聖心要代替瑪利亞，咱的聖心要親像瑪利亞，甲上帝講這個囡仔，這個查某囝，伊佇人生中間起碼都有一個欠缺。咱的聖心就佇上帝的面前，為咱的人生祈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失處若拄着艱難、欠缺、無能為力的時陣，多禱告，因為這個聖心要將咱的祈禱講予咱的天父上帝聽。所以耶穌嘛講，佇我的恩典，你就夠額；有我的能力，佇你的軟弱的頂端，恁就要得到完全。所以兄弟姊妹，佇今仔這個禮拜中間，這個故事真簡單。佇欠缺的時陣，耶穌只有吩咐人，因照安尼做，然後迄個奇妙的代志就發生佇因的人生。咱嘛安尼來到主的面前，甲主耶穌講：主啊，我拄着這種的欠缺。主耶穌要講：你著放棄你生命的杯，倒個空，然後放好勢，將清氣的水擱放倒入去。伊講：你佇迄門口迄6個石甕，你甲迄個石甕，遐水太遐舊的水，原本是咧創啥物貨？洗骹的水呢？猶太人佇因的門口，因為因攏穿拖鞋，因為攏佇沙漠地咧行，所以因要記到一個人因兜要入去的時陣，一定佇門口的中間先用迄個水先洗骹。所以咧石甕就是每一個猶太人的日常用品，因擺佇迄個門口。底是洗骹水，耶穌講你該倒掉，然後每一項你攏該倒清氣水倒好滿。因照安尼做，因為瑪利亞有交代遐個旁道的遐個人，伊講伊若吩咐你什麼，你應當做什麼。好，牧師甲恁提醒，耶穌若交代咱做什麼，咱就照安尼做好無？耶穌若交代咱做什麼？咱就照安尼做，所以將迄個洗骹水變做清氣水，然後拄倒了呢。耶穌甲伊講，放出去上倒，迄個人較敢放去啊，嘛真好擔咧，伊毋敢放去，伊放去互迄個管道的迄個總管，伊講你先試看覓咧，安尼會當放上倒無？迄個總管安尼啉落了，心內納悶。普通人攏好酒先放頭前，因為若啉酒醉了，啥物酒攏啉袂，
攏啉無啊啦。伊的意思就是講，無人把好酒留在後壁的。但是台灣人還有一句話叫做"好酒沉甕底"，對吧？意思就是後來的生命要比以前的生命更加甘甜。在座的時代長輩，咱教會年長的長輩兄弟兄姐，唔通講咱老歲啊。有人講老歲啊，歲迄個歲吼是廢物的歲，唔是啊，是老的年歲的歲啦。所以咱年老的時候是應該愛享受另外一種無同款的，越來越甘甜。原這個故事跟咱三角地帶，主伊施恩在咱的中間。第四個題牧師，第五個要提來頭前講，拄則牧師跟咱講神蹟，在約翰的眼中看，這個神蹟是為着要讓幫助人相信耶穌可以祝福你。神蹟的目的，不是要讓人看魔術，逐所在對耶穌去看魔術，不是。約翰福音伊特別伊的約翰福音書內底伊個神蹟七擺動作，耶穌在一生中間所做上完全的要幫助人建立信心的行為。兄弟姊妹，迫不及待，恁得了一口氣甲約翰福音書對頭到尾讀好了，安尼一擺一擺算，耶穌做了心中的代志，放在你的心內。因為這個故事要幫助咱相信，耶穌可以為我的生命做奇妙的事情。我咱就今仔這個禮拜，咱甲耶穌講，主啊，感謝你。今仔你想使我這個故事最重要，就是要為着讓世間人的人生有一個恩典的記號。在我的生命中間，每一個聖經內底所講的英文的話，攏是一個恩典的記號。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兄弟姊妹，在今仔這個禮拜，上帝攏開咱的目睭，讓咱有一個盼望的記號，在你的人生中間。好，咱對到這個故事第三項，拄則牧師有講耶穌的媽媽，甲遐個咧走道的人講啥物？伊若交代恁做啥物，安尼就照安尼去做。兄弟姊妹，咱讀聖經做禮拜，攏是為着要成做一個享受一個信仰的基督徒，所以聖經的話不是做參考的，聖經的話是做咱日常的智慧，甲咱生活的幫助。我咱佇這段聖經的話以後，咱每一擺讀上聖經的時陣，咱就甲上帝講阿們。當咱甲上帝講阿們的意思，就是講我願意照安尼做。求天父上帝用伊的話清潔咱的心。求天父上帝用伊的話賞賜咱有一個正直的品格。求上帝賞賜伊的話做咱腳前的燈，做咱路上的光，互咱日常生活頂懸會通真濟享受上帝的話，有智慧、有策略、有能力、有財物，有上帝敬畏上帝的心。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所以兄弟姊妹，耶穌甲咱講的話，照安尼做。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所有的囡仔，咱不但咱家己做，到代代無盡，咱的囡仔嘛照安尼做。求天父上帝將這種敬畏上帝義人的家庭的福氣，放在咱所有兄弟姊妹在你的人生。今仔這個故事，莫聽了就過去，唔通聽了就放袂記哩。今仔最重要，倒去了後，照聖經的教示過你的人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就今仔這個禮拜，拄則牧師甲咱講6個石甕是放佇門口咧創啥洗腳水。但是古早有一句話，咱有一個老子，一個哲學家叫做老子，伊佇伊的《道德經》內底講一句話，講人要虛懷若谷。伊無安尼講啦，但是大概這個意思。恁去讀伊的迄句話。伊講人生中間最高的品格，上好的品格，如水上得如水，就是進入水的目的，就是由上往下流。人愈謙卑，因為水對山上流落來的水，要灌入所有的萬山萬谷。虛懷若谷的意思就是這個，伊要灌入所有的土地，然後要互五穀在迄個所在出產。老師拄則嘛有解說講，將洗腳水給摒掉，將清氣的水放入迄個石甕，然後耶穌要用伊的權能
讓這個家庭看見伊的奇妙，在欠缺的時間享受上帝豐富。這句話今仔日嘛，甲咱三角地帶，願咱兄弟姊妹手捧救恩的杯。今仔日佇咱的詩篇116篇講，我要用什麼來感謝我的上帝？我滿心的歡喜。我佇這我的人生中間拄着一切穩定，我帶到上帝面前講：上帝，我袂堪得，但是我感謝你，讓我的人生是一個極大的祝福。兄弟姊妹，試看的意思短兩字，就是試看賣咧，你就要知穩定滿滿。願天父上帝，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每一個兄弟姊妹虛心的擁護。因為天國是我們的，願每一個兄弟姊妹，將過去你心中勒索的迄個情緒，親像迄個洗腳水，該倒掉，讓上帝將新的祝福入來到咱的生命中間。不過再是洗腳水，乃是上帝。伊講我所做的，信我的人嘛愛做，而且要做比這個更加大的事。兄弟姊妹，願上帝聖神幫助恁。做耶穌所做的事，互恁真做有能力通做神蹟奇事的耶穌的僕人。在你的生命中間，甲耶穌做會改變你的人生。在甲你的人生中間去經歷到，主耶穌在你的身邊陪伴你、指導你，互在你的人生中間有親像今仔日，你我都改變你的人生是平淡無奇的人生，但是因為耶穌伊所做。互你做，然後在你的人生中間，到你年老的時，你會感覺講無怨無悔，不虛此行。在我的人生中間，上帝我經歷到，原本不是我量身定做，在我的人生中間想象會到的人生的道路，但是我的上帝給我備辦的人生，超出我家己的計劃。在少年的時陣的夢想，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帶。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個兄弟姊妹，在你平淡無奇的人生更加甘甜。原來這個故事最大精彩就是水變做酒，參加戲的人攏唔知這酒對來，但是什麼人知影？旁道的人知影，因為因對頭到尾攏知影這酒對來。所以兄弟姊妹，牧師要鼓勵咱。恁真做旁道的人，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恁會記無？保羅講，凡我所行，都為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有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將你生命中間足寶貝，甲耶穌做伙。然後當你將這穩定傳到你身邊的人，讓別人因為你受祝福的時候，別人唔知這個福氣是對來，但是。咱對頭到尾知影講，原來我的生命能夠做這些事情，是上帝給我有這個榮幸，能夠為他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兄弟姊妹，牧師鼓勵咱，你會當甲耶穌做伙，你將你的杯捧起來，然後耶穌改變，然後將你的人生的杯聽予你的囡仔，聽予你的囡仔，你的囡仔要知影講，我的爸爸媽媽。因真正是信靠一個奇妙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在今仔日的禮拜，祝福咱在座老人在耶穌基督的內底，伊就是新創造的人。牧師閣再講一解，洗腳水該倒掉，洗腳水該倒掉，甲上帝討迄個潔淨的聖靈，親像活水江河，聖神的活水江河，在咱的生命中。將你心中的洗腳水倒掉，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聖名，你邀請你甲講，親愛的聖神，請你來，親愛的聖神，在這個時刻，你進入到我的心中，讓我的生命成做水變做酒，人在上帝面前成做新創造的人。願主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願你們的生命越來越精彩，也祝福贈予咱祝福的兩個青年，因為人生將來一代比一代更加精彩。咱同心來祈禱。
萬管的上帝，你的話實實在在，你的話無講算笑，你的話佇古早安尼，佇今仔日嘛是安尼，佇將來嘛是安尼。所以你講照我的話去做，主我願意，主願你幫助我，幫助阮每一個兄弟姊妹。主你用你奇妙的權能，互阮的人生水變作酒，互阮的人生也哪來哪精彩。無論是老人，無論是囡仔，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攏做伙歡喜。佇適當的宴席，就親像佇迦納的宴席，祝福這個教會永遠有宴席，永遠有快樂的時刻。願在你的面前，安尼懇求祈禱，我給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